无论是北区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的联合服务处，或者是议长郭信良为伫安南区花国夜市的空地，一早起就排满人潮，为8、9点甚至7、8点就进来，希望领取民意代表甲企业共同关注的高丽菜。高丽菜因为今年的泥蛋太好了啦，收成比去年呢的重量多达2至3成，所以原则上就赞成了滞销嘛。那滞销的话，我们大家的话。另外再这用尽这位小撮来挺那农民，这回我们吃饱了凤梨以外，那我们要吃饱高丽菜，将整个的高丽菜融入整个的家庭，一起来吃高丽菜救农民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意义哈。其实现阶段因为中国对于凤梨的一个压制，造成了所有我们台湾对于凤梨的一个需求增加，可是似乎忘了高丽菜也是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抛砖引玉，呼吁大家，当你在吃高丽菜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其实能够更多的协助我们的菜农，这是更重要的。9点一到，服务处的人员开始发送，每位民众拢遵守规矩，一人一粒。有的是住伫附近的民众，甚至过路的民众看到嘛，拢落来领取。有阿嬷爱孙，甚至嘛有妈妈带着家己的细汉查某囝。因为全家爱食高丽菜，拢来排队。服务处无分大人囡仔，每人一粒。阮孙拢要食高丽菜啊，伊逐顿都爱食高丽菜就对了，系啊。其实这活动还蛮有意义的，对啊，而且我那一天去买这样一颗要140几块钱。对啊，那因为我们家3个小朋友都很爱吃，那我们住附近，我想说，不然带他们来参与这个活动好了。议会结合民间的资源，全台南市所有的议员服务处共步来发送高丽菜，总共9万斤，无甲一早起就被民众排队来领取一空。议会希望借此的活动，会用的互更侪人来响应，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农民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